以下信息主要為有女朋友嘅男士提供。如果你冇，我建議你嗱嗱聲讀小陣離開你部電腦，揾翻個女朋友再翻嚟收睇。多謝。我係14號嘅明仔。M 度每一個女人嘅必經階段，有女朋友嘅男士亦都好清楚 M 度並唔係一個人嘅事，因為月經係會傳染嘅，係好危險啊！我講呢句説話絕對有科學根據嘅。換言之，如果你女朋友 M 度嘅話，基本上同你自己 M 度係冇咩分別。因為如果你女友心情唔爽，你絕對唔會爽得去邊。咁你就要開始醒水啦。因為嚟經嘅女人同易燃物品係一樣，都係要 handle with care。唉，但係初哥點樣先知道女朋友係咪 M 度呢？識睇一定係睇徵兆嘅，唔通等佢主動話俾你知，喂，我 M 度啊，你自己睇下啦。咁啊，所以知 M 度呢家嘢已經令到佢唔多爽噶啦嘛。今次要留意以下啦。第一，如果佢鎖咗自己喺廁所好耐，耐到足以令到你部電話嘅 playlist 連播3次或以上，再等到鬚根都生埋出嚟，仲要一日不下3次咁樣，咁就好大機會證明咗佢係入緊片。第二，如果你發現佢平時有好多嗜好都突然間唔做嘅話咧，呢啲亦都係非常之明顯嘅徵兆。例如，居然佢連最中意食嘅 Häagen-Dazs 比利時朱古力味雪糕都唔食喎，咁因為代表佢要避食生冷嘢啊嘛。根據安全守則，如果佢唔食得嘅話，你都唔應該喺佢視線範圍內食。又例如佢平時明明好中意去海灘游水嘅，佢居然都唔去喎，咁係因為佢唔想搞到血流成河啊嘛。有邊個會想游下水俾鯊魚追咧？係咪？第三樣就最直接影響到你啦。如果嗰日明明冇事發生，佢都長期處於年初4咁嘅狀態，打消次電話又鬧，約朋友出街又贊型，連打下機都發脾氣，咩都睇唔順眼嘅話咧，咁毫無疑問佢可能本身係有精神病㗎啦。你真黐線啊！咁但係同時間你亦都好肯定佢冇喎，咁最大機會就係因為佢姨媽到啦。嗱，知道以上徵兆但係又唔及早預防嘅，基本上係同入元朗唔買老婆餅一樣嘅啫，都係冇意思嘅。天啊！我求求你俾啲指示我啦！你要服從晒佢所有嘅命令 ，no questions asked。咁如果你問啦，佢要我跳樓喎，咁點啊？咁你咪跳咯，都話咗 no questions asked 咯。仲有離經嘅女人普遍嚟講都好多牢騷、好多問題㗎啦。喺呢個時候，你就要做一位聆聽者啦，俾佢發晒出嚟。嗱，但係巧妙處就喺呢度啦。問下自己，你女朋友嘅問題有冇一個完全快捷、全面嘅方法咁 KO 晒佢所有嘅煩惱啊？如果有嘅話咧 ，good， 唔好話俾佢知。住啲女人其實唔係想你俾 advice 佢，佢純粹想發牢騷啫嘛，由得佢。咁但係如果初學者真係頂唔順啦，我可以推介潤髮寶俾你嘅。咁好啦，咁再幫我連排都。如果呢兩個方法都擺平唔到佢嘅話，冇計啦，唯有出超必啦。正所謂病向淺中醫，如果你能夠喺最短嘅時間捕捉晒所有嘅徵兆，喺你女朋友第一日嚟經嘅時候就減輕晒佢嘅痛楚，令到佢第一日都超乾爽嘅話，就要了解一下邊一款 M 巾最好啦。全宇宙最乾爽嘅 M 巾，一抹乾淨晒，污跡冇回滲唔再講。再加埋 3D 超爽圈，包佢第一日都可以超乾爽。唔係啊，話明仔，一個大男人走去買 M 巾，有咩唔妥啊？你夾咩界啫？包巾好明顯唔係你用噶啦，你唔單止唔應該覺得羞家，你反而應該覺得自豪。正所謂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，你每一次幫佢買 M 巾，你就係救緊一個血流於水嘅人，同時亦都係救緊自己。係咪好巧咧？史提芬，你乜講啊？掂啊！比起現在更加好啊！係啊，你冇睇錯啊！逢星期3有新片，我話嘅，信不信由你，反正我就信咗啦。盡量啦，盡量啦。即上 Cotex Facebook 揾呢條片嘅 post，然後留言話我知你 M 度期間最想你男朋友做嘅一件事，最特別嘅答案可以得到超爽孖寶 Cotex Y 加於豐年耳塞，名額有名，祝你好運啊！